继续来看日月潭观光款联名，甲21间的旅行社组成销售团队，合作日月欢车假期。因来签这个合作的备忘录，要来增加到日月潭团体客的数量，提升到后疫情的观光。疫情即马有较稳定，日月潭观光圈联名要开始推广团客旅游。头一波邀请21间旅行社业者合作签署备忘录，希望会当发展南投县的观光旅游。我们现在分为4个区块，有中心文创、台湾之星、太极美地及集集铁道。每一个区块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又分为各个主题旅游。根据日月潭观光圈联名调查显示，团客来日月潭观光的比例真少。疫情了后，中央、地方政府和观光业者、旅行社做伙结合，要来提升观光人潮。那我们已经共同期许，就是从2022年到2023年，我们的团体旅客的比例可以从15.6逐年成长到20%、25%。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旅游市场更活络的发展。日管处佮有县府观光处除了提供协助，嘛期待大家共同创造观光商机。未来县府也会持续当做这个平台，来持续推广这些行程，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南投跟日月潭观光圈来旅游。旅行业者提出旅游资源和产品服务的优欠点建议，做伙来行销推广南投县的观光旅游。